摕到全国运动会公路赛冠军的高雄自由车的选手曲胜心，伊是指控伊的教练奖金呢，互人摕去分予遐个教练团，而且遐个教练是毋捌甲训练过，颠倒是伊家己的教练一仙都摕袂到。这高雄市文化局是表示讲，这曲胜心的教练是无入选这个教练团，所以无通好领，后手会针对着制度继续来检讨。 邱胜新要抵达终点喽！邱胜新加油！哇，真是游刃有余的。去年代表高雄顺利完成全国运动会3连败，自由车选手曲胜心满面笑容，甲教练揽做伙。不止个曲胜心找到伫网络打文讲，为着要摕冠军，伊家己另外开钱请教练来训练。原底想要甲这届冠军的教练奖金摕来补贴教练，事后却一直等无钱拨落来。一问才知影，奖金已经分给代表队的教练团，因为教练团毋捌帮助其训练过。 曲胜心去甲高雄市自由车委员会反映，说无人要插旗，这篇大文引起讨论，这民众拢感觉无合理。就是要分给有训练的教练，这样比较合理一点。对，毕竟他没有训练过他嘛。 针对奖金的争议，高雄市自由车委员会甲体育总会拢无愿意出面回应。高雄市文化局表示，按照高雄市体育奖助金的规定，教练奖金要由代表队的教练提出申请，选手无法度代表申请。佮加上曲胜心的教练无入选代表队教练团，嘛无符合领奖金的资格。后续会来讨论，看是不是会当有抽提做法。运发局就是在跟体育总会在讨论，那近期怎么样能够协调这个代表队的教练。 还有他的这个训练教练，大家在奖金的这个分配上面，能够让大家都不满意。虽望奖金发放是按照规定来行，不过民众认为这款规定无符合实际需求。对此文化局表示，会找体育总会甲选手来讨论，看要安怎个奖金的发放会当更加符合社会期待。记者柯家做邱兆阳高雄报道。